早安，親愛的弟兄姊妹，讓我們一起來思考今天的經文。5月11日，星期一，拒絕不敬虔的虛假的傳聞。提摩太前書4章7節。問題：當我們面對負面信息時，我們應該記住什麼，又該如何做？當我們遇到對組織或其領導人的批評或可疑傳聞時，我們可以遵循以下原則：辨別資訊來源。我們必須記住，正如耶穌所預言的，他的門徒會遭受迫害，也會有人散播關於他們的謊言。馬太福音5章11至12節。要知道，這些傳聞往往來自那些反對真理的人，這有助於我們避免被欺騙。最好的保護就是立即拒絕。聖經的勸告很明確，不要聽信虛假的傳聞。提摩太前書1章3至4節。我們無需調查每一個謠言，就能知道他們對我們無益。我們不應沉溺於不敬虔的故事，而應專注於真理的純正話語，因為這些話語才能真正堅固我們的信心。提摩太後書1點13分。拒絕虛假的故事，正是遵行聖經的教導。棄絕不敬虔的虛假的故事。提摩太前書4比7。知道我們不必背負流言蜚語的重擔，是多麼令人安心。將心思專注於神話語中美好而真實的事物，就像在心中築起一道保護的盾牌。你的忠誠和對正面事物的關注，會成為你和身邊人的力量來源。帶着這份信心前行吧，因為真理永遠比謊言更耀眼。祝你明天愉快，願耶和華上帝賜福。此致。